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轾、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是国庆假期关于胡适也没有什么消息，咱们聊一篇文章。这个文章是 FT 中文网刊登的，标题叫一线城市的苦日子来了。当然了，他打的是问号表示不确定。他这个文章开头部分写一线城市不仅经济增速乏力，在消费领域也开始落伍。上海等一线城市问题出在哪里？一线核心资产还保值吗？一线城市类似金丝雀，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的寒暑表。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一线城市表现和县城和4、5线似乎不太一样。就在这个一线城市白领大喊吃不消的时候，但是在县城，在4、5线城市表现出来却是岁月静好，车水马龙，似乎所谓的经济失速、增速乏力跟他们没有一点关系，不受任何影响。或许这是个幻觉。这个 FT 中文网他说根据咱们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，它是一个被大家所关注的点，就是一线城市不仅经济增速乏力，而且在消费领域也开始落伍，掉队了曾经一线城市是中国城市的领头羊，一线消费者也是各大商家尽力角逐的市场。近年来上半年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超上海，新晋成为消费第一城。上海等一线城市怎么了？问题出在哪里？说实话要不是 FT 中文网提醒一下，我还不知道重庆消费已经超过上海了这个有点毁三观了。他的文章说从经济增速来看，全国经济增速为 5.3%， 而领跑者不是一线，烟台以 6.4% 的增速位居30强城市增速第一名，合肥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则领跑长三角万亿城市，上海与深圳同比增速 5.1%， 这个拖了后腿因为咱们平均速度是 5.3%， 上海与深圳已经是 5.1%， 拖了后腿。广州更是只有 3.8%， 那这就不仅是拖后腿了，这简直成了累赘了。优等生尝到了成为差生的滋味。在出口遇阻、投资不旺的情况下，消费成为不少地方提振经济的最后稻草。但是一线城市的消费同样不乐观。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5458亿元，同比增长 5%， 比一季度加快 0.4个百分点。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17978亿元，增长 5.1%， 餐饮收入27480亿元，增长 4.3%。 对比之下，北京市2025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34亿元，同比下降 3.8%。 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267亿元，同比增长 1.7%， 都低于全国增速。你这里面这北京它还下降 3.8%， 这也成了累赘说更突出的是餐饮增速，北京上海双下降。北京市餐饮收入673亿元，同比下降 3.6%， 上海是991亿元，同比下降 2.6%。 对比之下，大家熟悉的多数2、3线城市餐饮收入基本都高于全国平均数。长沙增速 5.4%， 成都增速 4.8%， 武汉增速 10.7%， 重庆增速 6.4%。 不少舆论都惊呼说一线城市的紧日子来了，衣食住行越来越紧凑。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也确实如此。如今在一线城市，家庭主妇外出背奢侈品包、穿高跟鞋、全装也不再是必须，不少妈妈背上一个帆布包就出门越发流行。对比之下，在各类自媒体中，小地方的人似乎还是很滋润，各类小镇贵妇如县城婆罗门还是继续该买就买。在中产消费者计较山姆选品不如人意的时候，小县城代购山姆生意依旧风生水起，甚至出现了专门卖山姆产品的分装超市。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地方它没有山姆，所以但是它有这种对这个食品安全也比较在意的消费者，他们就对山姆这样的产品有需求，那么这中间就出现了代购。第二个呢，分装超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山姆它卖的都是大包装，一买的就是好几瓶或者10几瓶等等就这个不利于这个一个人或者单身汉对吧，或者2口人消费，一买就那么多一吃半年受不了，所以这种把它分开包装小包装去卖也应运而生。那么一线城市现在由优等生居然变成差生，以前是领头羊，现在是拖后腿。
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？FT 中文网说啊，一线城市类似中国经济的金丝雀，他们的反应其实是经济的寒暑表。经济不好大家都知道，但是经济不好的含义传递犹如潮水，往往从最为敏锐的地方传递到最不敏感的末梢。这个按照任正非的说法，对吧？让含义传遍每个角落，实际上是含义只会迟到，不会缺席，对吧？含义啊传到小县城，传到小镇上，那需要点时间。文章说啊，在上海这样一线，过去主要优势在于链接海外以及国内，依靠市场吃饭，对于宏观相变最为敏感。这些城市消费主要依靠中产支撑，而这些中产随着房价下跌以及35岁现象，35岁现象就是到了35岁就人嫌狗不爱，失业了，找工作找不到了，被劳动力市场鄙视嫌弃，如今花费都变得小心谨慎。相反，一些3、4线城市，他们对财政收入依赖度很高，在这些地方消费往往依靠体制内成员，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经济啊。也正因此，无论市场氛围如何变化，这部分人收入固定，可以继续在社交媒体打卡晒单，似乎时代变化都不能打扰他们岁月静好。当然了，说在现实中负重前行的人呢，往往是不会出现在社交媒体热帖上的。如果你关注真实事件，哪怕多了解一下邻居朋友，就知道即使在一线，一个中年人年过40去求职，要求一份交社保的体力工作也会变得非常困难。5000工资比比皆是，社区超市每天工作10小时，一个月轮休4天，往往就是5000起步。这个可是一线城市啊，北京、上海啊，幼儿园的保育员阿姨也不过3到4千，年薪100万早已成为过去。大家曾经以为的基准点人均1万，只不过存在想象中。按照官方数据，上海2024年工资中位数折算月均8578元，这还是在加入体制内与外企等高薪单位情况下的数据。什么意思呢？以上海为例啊，就是上海的这个上班的人里面啊，就需要发工资的，一半人是在8578元以下，这叫中位数嘛。如果你要说月薪1万的话，那就是绝大部分人达不到月薪1万，就是这是上海啊，它的中位数只有8578。如果放眼全国呢，全国这个数字更扎心啊。202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一个扎心的数字，全国工资中位数仅为3027元。这回啊，不是咱们老是诟病的大家讨厌的这个平均工资啊，一说平均工资大家就总是感觉自己被人平均了，这回说的是中位数啊，那就意味着全国有一半以上的劳动者每月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。这个中位数啊，比那个平均工资要显得更真实，也就是一半的人啊，你月工资是在3000以下。就全国来看，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实啊？这个中位数啊，更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现状。你打开招聘网站，岗位上写着8000加15000的有很多，但是真要点进去看，那些底薪恐怕都是3000块钱左右。所谓的高薪啊，基本上是靠绩效、靠提成，你能不能拿到全看运气和你的努力和业绩。而那些行政、客服、人事、财务常见的职能岗，工资明码标价就是3000块上下，能达到5000块的只是少数，绝大部分人都卡在底线水平挣扎。这就是我说的啊，你到了成都啊、西安、武汉、合肥、南京这些地方，你看着大家对吧，俊男靓女、衣着光鲜，挤在地铁里，到各种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写字楼进进出出的，朝9晚5，他们大部分工资就是5000块钱。我们接着看这个 FT 中文网，他是怎么说的啊？他说，如今啊，在人口老龄化压力下，社保政策一头连着退休人员的养老金，一头连着打工人的社保，左右平衡变得日益困难。在养老人员逐渐增加，养老金年年上涨压力下，打工人的收入却涨不动了。这也是此前引发热议的全民社保风潮。这些年社保基础上涨迅猛，每年社保缴费基数基本在6月到7月公布，上限通常为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，下限通常为社平工资的6折。如前所言，社平工资实际上是高于工资中位数的。比如2024年上海职工年平均工资月均12307元，但实际的中位数只有8000左右，哪怕以下限缴费，每年上涨
等于低收入人群都是不小压力。对企业亦然，在现实压力之下，直到9月初还没有省份公布社保基数上限数。这个社平工资为什么每次一公布，大家就是觉得自己被别人平均了？以上海为例啊，它的工资的中位数是8400，也就是有一半人的工资是在8400以下，也就是它的公布的这个平均工资12000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有一大半人工资是达不到12000，因为他一半人是在8400以下嘛，对吧？那8400到12000中间还有不少人呢。这个工资就像金字塔一样的嘛，越低的人越多，对吧？工资越高的人越少，越往上越少啊。所以说那工资在12000以下的那是大部分的，结果大部分人都没达到12000，你让我说大家平均工资12000，所以说每次统计局只要一公布这个平均工资，那大家都感觉好像被平均了。确实从数据上来说也是有这种体感的人会越多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下一次再公布平均工资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被平均了，也不要觉得奇怪，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感觉。比起收入，财富缩水是消费乏力另一核心因素。对于中国居民而言，房子从来不仅仅是居住的场所，更是多数家庭的最大头资产。对于一线居民来说高房价是他们财富的底气，也是生活最后的堡垒。如今情况，上海和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基本已经回到10年前。如果高情商的财经大 V 大概会说跌幅企稳，但真相却是最代表市场价格真相的二手房价，无论政策如何放松，始终在下坠。7月份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1.1%， 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.4%， 降幅比上月扩大 0.4个百分点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.9%、2.2%、6%和 2.5%。这个文章说最近你可能会刷到一些短视频，就是各种中介带客户上门帮业主卖房子的那种。他说上海很多，据说北京也不少。你会发现很有趣，以前中介和业主的关系还挺客气，比如给阿姨买杯咖啡，顺手帮忙倒个垃圾。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，中介动不动就问业主你的买入价是多少，你要亏钱了，如果觉得不合适，直接说不行，我不拍了，然后威胁走路。现在中介卖房都是用那个短视频比较多是不是？中介上你们家去拍那个房子，就表示要推你这个房子了。如果不拍的话呢，就是不推你这房子，你这房子反正放中间的挂着，有人问就问，没人问就算了，大概这意思这个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个市场的转换。以前是卖方市场，那你这个中介去拍视频，那就得跟人家业主对吧，得客气一点，搞好关系。现在是买方市场，那就是业主得求着这些中介，要不然怎么业主老被中介 PUA 呢，对吧？前一阵子咱们不是上海还有媒体报道吗？然后北京是吧，中介协会要求房产中介不能 PUA 业主这些反映的都是这个，实际上就是这些有房子的这些人呢，他的处境。说现在中介都很强势，房东很弱势，卖房子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亏本的，大家现在也都不得不接受亏钱的预期，价格比自己买的时候都跌了，有些房子跌得特别厉害，首付都跌没了，最后也只能亏本卖。各种卖家痛心疾首的视频越来越多，这种短视频当然有表演成分，但是成交价是真的低了，房东的报价哪怕亏钱卖，评论基本都觉得高。这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对吧？他拍的视频可能是演的，是剧本，但是他讲的这个事情是没错的。以前我觉得这种短视频没什么意义，但现在感觉比起一些虚假分析和高情商发言，这些短视频暴露了大家的潜意识。前段时间还出现一个状况，上海浦东新区1700余个门禁系统突然失效，居民反映门禁卡 APP 均无法使用，小区成了无人区。原因在于维保合同到期后，政府与企业交接断档，维保企业承诺衔接却未落实，桩桩件件各有原因。分析到最后，其实都和房地产有关，也和财政竞争有关。这个 FT 中文网他提到了财政竞争。他说像长三角、珠三角这些地方原本是属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，财政自由度也最高，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。但这些地区和外部联系非常紧密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，他们往往首当其冲。比如在北方，
经济不好时，北京这样一线有政治优势，可能还会相对稳定。但在南方如上海、深圳，如果经济增速下滑，反应通常会更快、更明显。以前大家有一个迷思，核心城市的核心资产是绝对保值，比如上海的内环核心学区房。其实这种想法很多经济学家都探讨过，最终只是一种口口相传的观念。虽然核心资产相对更保值，但到底能保到什么程度呢？类似香港那些号称永远升值的店铺，即使在铜锣湾这样的地方，如今租金也不得不打折。毕竟以前你租给国际奢侈品大牌，现在你只能租给个体户，能是一样的租金吗？实际上啊，我们老说一线城市核心地段房子保值，这个我们不要过于执着啊。这个保值说的是相对，任何东西都说相对，就是说你目前你能讨论，对吧？你都已经上升到要考虑到北京核心区那个房价的时候，说明你的资产已经不少了，对吧？对于一个韭菜，对吧？你又不在北京，或者是你即便在北京，你连首付都凑不齐，这就北京核心区的房价跟你基本没关系啊。如果你已经到了关注核心区房价的时候，说明你的资产，对吧？已不少了，那你是迫于无奈，你是要把你的资产要分散，对吧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。而如果你又没打算润出去，把钱换成美金，对吧？那你在国内那没办法，那只能硬着头皮啊去选这个核心区的房子。所以不要过于纠结于它保值到什么程度，你应该把它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是被迫，没有办法。核心区的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吧，就是说它至少能租出去。就如果你不受那个账面价值影响，那这个资产还是可以的，因为你每个月固定的有收入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讨论这个升值不升值的时候，你要处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讨论，你不能跳出去了，你去跟美国比，你跟美国比，那你就把钱润到美国去，你就把它变成美金。反过来说吧，相比较其他的资产，这个一线城市核心区的资产，它贬值速度也慢一点啊，以后要升值的话，它又会快一点。这个就好比炒股里面龙头股，归根结底，我们在一线城市买的到底是什么？买的是房子、土地还是待遇？其实买的是在核心城市赚钱的机会，不一定是发大财，但至少是能站在前台看戏的机会。如果这种机会变少了，还会有人愿意花那么多钱吗？说的太对了啊！这个为什么大家要在一线城市待着呢？无非就是想充分的利用这个一线城市这种公共服务、便捷交通、各种工作机会、各种开拓自己视野。这文章最后说啊，他说房子是中国经济以及家庭财富的最佳隐喻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房价、消费、财富问题看起来是孤立的，其实本质都是经济问题。重要的是经济，经济不回暖，很多问题无解。在目前的环境中，多数人能做的只能守好自己的工作和财富，等待下轮经济周期。这个就像我经常说的一样，保工作、保现金流，对吧？保存款，存款就是存工行。这个文章啊说核心思想就是一线城市的苦日子来了。它这个苦日子来的最主要原因是一线城市房价在下跌，很多人的资产在缩水。当然了，这个一线城市为什么经济增速啊失速，对吧？消费社零拖后腿，也有其他的原因。这里我再捋一捋啊，北京、上海社零数字下降，餐馆收入下降，餐馆利润下降，这些数字啊一看拖了后腿。但是我想起了那个一个搞云南菜创业的啊，叫云海肴吧，老板突然这个去世啊，他在朋友圈里他就说了，意思就是啊，北京、上海餐饮业表现非常差，实际上反映的是北京、上海的统计数字真实，相对真实，而其他地方，对吧？餐饮业都是5.3%，跟 GDP 是一样的，那是数据造假。我想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，也就是一线城市这个统计部门呢，恐怕数字相对啊水分少一点，而地方上恐怕还是闭着眼啊，按照模板去填吧，上面希望看到是什么数字，我就填什么数字。这是原因之一，对吧？我们也不能说所有的都是这个啊，所以这个数据本身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感觉冷暖也不一样。第二个就是文章里面说的，叫春江水暖鸭先知，这个一线城市啊，市场经济相对来说啊发达一点，就是占比高一点，而这个县城4、5线城市，它是靠转移支付，实际上就是俗称啊公务员经济支撑。那公务员经济你可以理解成，对吧？是计划经济，它的市场经济部分少一点。所以说，当这个经济停滞或者经济增速失速的时候，市场经济越充分的地方，它越反应的越明显，而且它反应的会要快。3、4线城市、4、5线城市、县城，它甚至没有反应，要一直等到这个转移支付没有了，
那转移支付的钱从哪儿来的？也是从这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收上去了嘛，然后再转移到支付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方。现在这些一线城市都已经自己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那还怎么转移啊？所以你看，它有一定的滞后性，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啊，这含义啊只会迟到不会缺席。哎，等到各个地方政府公务员工资都发不下来了，公务员经济也就垮了。那么第四个，那跟文章中所说的啊，这个房地产低迷确实有很大关系，因为那些在一线城市的那些所谓的中产，对吧？他们本来日子还可以，一个月2万3万，那妥妥的啊，很滋润。结果年龄一到，时候一到，不得不结婚了，不得不买房，对吧？一旦结婚，一旦买房，好了，正好赶上房价下跌，全部成负资产，对吧？咱们房地产节目天天说啊，一线城市很多地方都已经腰斩了，你说谁能扛得住啊？就是那些贷款买房的，首付都跌没了。如果运气再差一点，失业，那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直接就破产。所以这些人省吃俭用啊，从表象上看啊，对吧？咱们也没必要去把这事情说那么严重啊。我们从表象上看，媒体报道，对吧？我们抛开这些真真假假的啊数字来说啊，我们看表象，是不是北京、上海这些奔驰、宝马的 4S 店纷纷关门？我在节目一直分析啊，这个奔驰、宝马这 4S 店它的这个售后服务啊，对吧？维修保养是一个大头啊，但是现在人家这些中产他不去 4S 店保养了。 4S 店保养你知道吗？随便去一趟没5000块钱，你别想走路，对吧？随便给你换那东西，工时费再一算，哎，你把它开到这个汽配城去，1000块钱搞定。你说谁还去 4S 店呢？对吧？奔驰、宝马、BBA 这些车的这个保有量还是不小的，也就是维修保养需求还是不小的，所以这是原因之一啊，是吧？这是表象之一啊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很多这个5星级饭店出来摆地摊外摆，对吧？这个也能看出一些征兆。然后呢，很多白领，对吧？周末或者下班跑到新发地去捡菜，这叫赶海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对，这就是表象，表象再结合这数字，已经说明问题。所以说一线城市的苦日子来了，不是来了，是来了很长时间了。一线城市的这些白领，这些年轻人慢慢的适应了，要以苦为乐。接下来就要看到啊，这些欠发达地区，这相对落后的地区，这些4线、5线城市、小县城，什么时候是苦日子来了？那个就标志着公务员经济难以为继啊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